新歌太新了，你知道多新吗？刚刚歌词才写好。那个刚刚那个黑妹的 DJ Chris 在楼上，你在干嘛？中场休息一直在打电脑？没有，我在打歌词。什么？你等下新歌发表？对，就是这首。你一直修，都觉得自己不是很满意。就中文真的要靠读书，好不好？孩子啊，好好读书哦。要不然写不出歌词。好，最近真的发生很多事情了。除了刚刚讲的，然后外面有送花篮，我看到我吓一跳哎。刚刚送花篮的是李宗盛大哥。人家送水果就好了，花又不能吃。因为花篮这样很贵，几千块，很少这样的，又不是出专辑，不好意思啊，我乱传简讯给很多人，他们可能不好意思来，就是送花篮，怎么办啊？会不会得罪很多业界的大哥大姐？好，不管，但至少他们有心嘛，真心的，好，那。我还想要唱一首，也是我很早之前的一个中文的作品。然后说是我来自台东都兰阿美族，有去过都兰吗？有。对啊，现在都兰国小很夯了，你知道？其实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都兰国小书包，然后台北应该买得到吧？真的有这个学校，我杰出校友，真的，我忘记我第几届毕业了。现在我们那边都兰国小很红，连大陆客都要去那边光看国小，想说人家小朋友很认真读书，你一直看他，他也会一直看你啊，就会很不好意思，说你买书包就好了，这样气氛对就好了。但是小时候喜欢讲自己从都兰来，你知道都兰就是讲台语，尤其是县政府的每次办县运的时候，现在进场的是。都兰国小，老师他的中文不好啦，就小时候我们那边的人都会有背负这种同样的命运，就是不喜欢这个名字。那如果真的要用阿美族语的来讲的话，我们那边叫阿都兰，好像也没有很好听，就是用中文还是用母语讲都怪怪的。我们那边的人小时候都会有背负这样的，就是大家问我们说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不好意思，我们顶多讲从台东来啊。然后我的名字又很奇怪，我叫署命，署命是我的阿美族的名字，然后翻成中文啊是木炭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木炭呢？就是小时候也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怪怪的啊。有人一直叫你木炭。你会那个心情不舒服，你知道吗？那还好啦，我看到我爸爸比较他的名字，我就觉得我安慰多了。我爸叫扎基阿美族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笨斗的意思，就是阿美族男人怎么了？就是阿美族是母系社会，然后男生啊。都是嫁出去的祸水。如果他不具备有一些功能的话，没有人会娶我们。所以母亲啊，阿美族的妈妈、母亲们，他们就会给男孩子都取一些就是有功能性的，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嫁得出去，会有人要这样。所以男生的名字都很特别。然后木炭后来长大之后也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形容转变啊，就是 energy 嘛，也是嘛，能量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 energy， 每个人心中都有使命，不是很好吗？对，不是只有烤肉而已，我才会想到木炭。我后来才慢慢的一些释怀，就很喜欢自己名字，也很喜欢自己的家乡，甚至喜欢自己部落这样，就开始出唱片的时间点也很妙。其实早在
2000年吧，所以那时候有机会认识很多业界的老师。因为我常常参加比赛，就我17岁开始写歌啊，但我唱歌不是很好听，所以都是参加写歌比赛，很少参加唱歌比赛。唱歌都找那个，反正原住民都很会唱的嘛。我那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们家很妙，他们家他的阿公很有名，就是郭英男。他们家长得乱七八糟，可是唱歌都很好听的。真的，没有骗你。其貌不扬，我其貌不扬，哇，我用成语，其貌不扬，根本是天籁。就是那个，可是慢慢的写歌，很多评审老师就开始认识我，然后一开始是李寿全老师，然后是帮王力宏做专辑。那时候我想说，我也很想那样，因为我也写歌，但唱歌我真的很弱，所以老师支持都不肯答应。可是那时候我有机会写歌给齐秦，我吓一跳，还可以歌还可以当主打歌来拍 MV 啊。然后但因为唱歌不是很好，家里又没有什么钱啊，读书就读到一半我就去当兵了，再回来。然后在组乐团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整个音乐市场不一样了，就是开始有 MP3了，然后 MP3把很多唱片都打垮了。本来一开始是有仿盗版，有没有？现在也不用盗版了，都 MP3就传来传去的，就根本仿不胜仿，很多唱片公司就垮了。然后真的很开心可以出唱片的时候，06年突然出唱片的时候，那时候跟我想象中的唱片的行业完全不一样。我以为有人出唱片会有保姆车，有没有？打开进在里面还有小荧幕，啤酒，还有小弟在旁边，没有了，就完全跟那个刚开始进入那个唱片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啊，怎么会差那么多？然后07年入围金曲奖，就是那时候图腾乐团入围金曲奖。又被苏打绿打败，我就开始想说我要干嘛？唱歌真的有我想要的吗？然后好了，继续唱。可是08年，大家穷死了，政府还在发消费券，真的没有办法活了。我觉得我在音乐这个工作里面，我找不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完全不会像当初接触音乐圈那时候李寿全老师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回去唱歌，决定要唱母语。我那时候想得很好，然后我就回去部落里面做事情，我就办演唱会，然后用演唱会的钱回去部落带部落的年轻人，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没有自信的年轻人，就找回自信，找到一些就用文化来，现在不是都提倡观光吗？对，用文化来赚钱。第一开始想得很好，我要办演唱会，然后办在都兰啊。让很多人认识都兰那样，那时候很有自信，然后门票好像卖多少，卖300块吧，忘记了。然后真的有歌迷去都兰，6个人。我们还想说可以卖酒，卖了就先把酒冰4箱，然后还赔钱。后来想说谢谢你们来，因为我们只有教我7个，我们一起喝这样，4箱一起喝这样。我不知道那是6个人的歌，我现在记不记得他们是谁了？我不晓得他们现在还记不记得我。可是那时候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是错的，可能后来我还是再回来台北，然后唱，可是就很用力的唱主语这样，一直到现在，每年就会用演唱会的钱拿回去部落当做我们部落青少年的文化的教育基金，然后。他们表现不错的就可以跟我一起表演，像刚才看他们2个，他们都长大了，都5年前的事情，都5年了，很快。然后最近都来也碰到很特别的事情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东海岸有33个 BOT 开发案，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知道。东海岸很漂亮，你现在去都很漂亮，对，现在都还没有盖什么房子，但是我很怕有一天它会变像垦丁一样。垦丁以前也很漂亮，就是我去在还没有那个春天呐喊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垦丁很漂亮，海滩真的是白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垃圾，也没有房子挡住风景。你要下去
开车一路上风景都被房子挡住了，看不到风景了。啊，你要看风景，你要停车他可能要给你收100块，啊，没有的话住饭店3、4千块，海景第1排可能还要更贵了。我很害怕，我的家乡变那样。当初很多饭店也说要给我们就业机会，可是我都觉得钱都被他们赚走了。我们一辈子都只能赚那个，就是员工啊、扫地啊、整棉被啊，偶尔可以看到署秘去饭店唱歌啊。我不知道，我突然害怕起来，我应该要做，我需要更有力量做这些事情。人的发展有很多方式嘛，我不觉得破坏自然之后再盖一个巨大的建筑物是最好的发展方式。那为什么让我们原住民，我们自己 BOT 嘛，政府投资我们30亿好了，我自己随便讲泰币嘛，我们没办法，我们自己想办法盖。我们可以做生态好，我们可以盖传统屋啊，就是全部都是传统的房子，矮矮小小的，就是用当地的建材来盖房子，就全排传统屋，不是很漂亮吗？整条都是传统屋，然后有 WiFi， 也可以去那边打卡，也可以给部落，就是这个盖传统屋的技术只有原住民有，然后给部落的人，这个钱才落实实，就让大家赚啊，大家就是做民宿的都可以赚钱，我们不用大饭店了。你好好帮我们行销拍广告，找署名代言啊。砸个200万拍个代言的 MV 也不错，就打赤脚奔跑在那个川头前面，是啊，享受台东的阳光吧。这样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就很棒，就不会破坏自然。重点是那当地的人文气质也不会因为功利主义。被破坏掉了。我要的是这个，就是连自然、连人文都可以被好好的就是保护下来，而且还有更有不一样的发展。然后 BOT 的事情还没停，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联手，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反对 BOT 的一些方式，就是联署这样。就是除了就顺便加入我署名的粉丝团，然后旁边有联署，那个在用网络嘛这样子，因为叫你们帮我们去抗议，好像也说不过去。抗议很辛苦哦，曾经都是在抗议的。这是跟你帮我做的，他帮我做的一个布条，是守卫传统礼仪，对。很酷哎，而且他们用原住民的字带，好小小的动作，谁得巴拉？谢谢你们，很辛苦。让保护土地、保护地球变成大家的责任，不是只有原住民，好不好？你们要当纳美人没有？可是你们可以参加原住民，有我们在这里，希望随时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我想要唱这首歌，很多人很爱都兰，但我希望是真心的，所以我唱了这首，写这首歌叫《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谢谢大家。